我是云南的。这瓜保熟吗？金克拉，金克拉。给冰箱，我就去。沉睡的恶龙再次苏醒，让灾难和痛苦降临大地。承载着人类最后快乐记忆的电视军，踏上了集结勇士的道路。正义勇敢的 UP 主们响应使命召唤，他们举起快乐之剑，穿越重重障碍，向恶龙发起冲击，决心要让世界再次充满欢笑。冲呀，屠龙勇士，向着恶龙的领地进军！本节目由焕新丝滑绽放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指定赞助播出。这个世界上的好人一定是更多的。我们真的太渺小了。给我的学生们多增加一点快乐的回忆。我看见面了，看见面了！谢谢你在这里对我们的陪伴。为了让更多善意可以传达，好事可以传递 ，B 站搭建了公益平台。上 B 站搜索哔哩哔哩公益平台，和 UP 主一起做好事吧。本节目由焕新丝滑绽放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指定赞助播出。上 B 站搜索哔哩哔哩公益平台，快来和 UP 主一起做好事吧。上微博参与向前冲话题互动，安利节目赢线上奖状，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哦，这里是哔哩哔哩，哔哩哔哩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观众老爷们，你们好！恶徒企图将世界推向毁灭的深渊，为了战胜恶龙，今天八方四海的勇士们云聚于此，他们将与其他勇士伙伴们一起，用自己的力量去击败恶龙，拯救世界。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里是哔哩哔哩向前冲的闯关现场。这个夏天，让我们叫上伙伴去冒险。哦，我是游戏解说员韩乔生，我是游戏解说员小七赖美云。哎，今天呢，我们一起都是持证上岗啊！没错。全场闯关由哔哩哔哩公益特别支持，上 B 站做好事，搜索哔哩哔哩公益平台，一键关注。快来和 UP 主一起做好事，上云视听、小电视，打开电视看 B 站，哔哩哔哩向前冲。没错，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本届的勇士代表已经点亮了冒险之路，勇士们请勇往直前，突破龙堡，解救吟游商人，战胜恶龙。我们的目标是把快乐还给世界。耶！为了这个目标，所有勇士们都将通过冒险之路的重重考验。现在我们的勇士们已经摩拳擦掌，胸有成竹，他们将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第一组的勇士小队，叫上伙伴们去冒险，勇士们请登陆。哦，害怕去理解，生之行，观众最害怕，千万别开枪的纪录保持者勇士邢小萌。
主复健区舞者，被 rap 耽误的相声界扛把子。田径运动会3项全能比赛，积极参与者勇士陈子明。我在此驻守了100年，哪个不长眼的来打扰我的清梦啊？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人，看到被我绑架来的吟游商人了吗？快来救我！他就是你们的下场。哇哦，好惨呀！在哪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在哪里啊？往远一点看，远一点看。Yo, what's up？ 只要你足够勇敢，走到哪里都是红毯。我是吟游商人。可恶！嚣张的人类竟敢无视我！杭州权志龙，注意你的身份，别忘了你是被我抓来的俘虏。好吧，那我是被他抓来的俘虏，但是我还是热搜第4的男人Tango Z。我们要去救你吗？对，你们来救我，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们，要通往龙堡总共有2条路，一条是勇气之路，一条是欧气之路。OK。恶龙会指引你们去走哪一条路，但是你们不管走哪一条路，都要小心，千万不要掉到水里，因为掉到水里你们就完蛋了。OK， 好。而且沿路之中，你们还要小心恶龙守卫的助手。我的龙堡大门可不是那么容易登上的，胆小鬼没有资格踏上冒险之路。你们谁先来送死啊？就由我先来吧。不愧是害怕711姐，漂亮的天使脸庞竟然穿了一个这样子的衣服。哎，今天看来是有备而来，要给我们留下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深刻印象。但是我开始之前要先把我这个战袍给脱了，我要先放弃一下我的战袍。上来就放弃，这也是第一人。其实小萌的话，他虽然是第一个参加咱们这个哔哩哔哩向前冲的选手，但是他之前是有过登顶经验的。勇士新小门，你准备好了吗？好紧张！哇，紧张起来啊！好紧张。第一关的名字叫做“统统闪开”。还不错，你看他上了以后呢，显得非常的淡定。哎，现在顺利到了第4个桶，哎，好，不错。这就是大长腿的优势。马上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关，晕头转向啊！看看今天呢，小萌在台上是否是转向晕头？哎，不过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他还是很清醒的。还在犹豫，不敢说话，还在犹豫，还在犹豫，这要跳那个大的，跳那个大的近一点。好惊险！哎，这是专门特殊采用的这种就地卧倒战术，看上去惊险，但是非常平稳，非常实用。好的，哎，太漂亮了。哇，现在这。
哎呀，落水也不漏水，哎呀，可惜了，太可惜了啊！太高了，这个还不能扒着再跳过去。心小萌都没有过，你觉得你们能过吗？肯定是放心，他应该用脚踩。对。哎，他就是实际上起跳点不太一样。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可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跳的时候那个太高了还。还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草率，对，像我一样太草率了，太自信了啊，还是不能轻敌的，刚刚在里面看，其实也特别为辛晓萌感到紧张，他已经就是闯到了挺后面的部分了。我本来以为我在第一位这个勇士就可以把我给解救了，你看我都已经把你的快递单给填好了，冰箱就在你面前，但是你没有拿到，很可惜。狂妄的勇士，前面辛晓萌的惨状你也看到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没有，我好热，我好想下水。那就让你尝尝落水的滋味吧，吼吼！勇士陈子明呀，你准备好了吗？意外了，我刚想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这身衣服是绝对有问题的。他不像是一个参加这个要闯关的勇士，倒像是一个要在最高巅峰之台进行音乐表演的达人。哇，看看他怎么样啊？很稳健，很稳健。哎，哇，他是一个舞蹈区的 UP 主。不过你看他刚才的舞步，颇有这舞蹈节奏的风范啊。在刚才转眼之间跳出了西班牙的斗牛士的这舞蹈，哎，非常好。魂，对，踏过去走，这不停留，漂亮！不难啊，其实你找好时机跳过去就行了。哇，终于有了发表感言的机会了。那个，我给我的爸爸准备了一段话，我要现在告诉我爸爸，那个，爸爸，我上安徽卫视了。好，谢谢。继续向你的冰箱出发吧。潘老师在等待你的救援。其实这个关卡非常有意思。好的。叫做人生一串。哎，哇，你看后面还有水枪，啊，在不断的喷淋一个个上下起伏的桩子。对，有水就很危险了。那你就必湿了。对，你的必湿就会滑。哎呦，它这个很滑的。哎，这种也是一种方法。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站着卧着。有没有人给他递一点那个洗发水上去？哇，后面是哎呦，考虑天气炎热，专门给他呢还进行了降温的洒水机，给感谢我们这洒水师。不过这人生一串就像人生忐忑之路一样，高低起伏，有时候有高潮，有时候有低谷。哎呦，差点滑下去，这个贼滑，好滑。
你面前现在已经马上就到达了下一个小平台，漂亮！哎呀！说时那时快，我话音还未落，他突然就翻身落水。不过落水姿势很漂亮，做了个向前侧体翻成1周半。报道奥运会这么多次，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美妙的入水动作。他在那入水一刻，溅起巨大的水花。哇，这个好难，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最滑的一个，最滑的，他跳过头了。哇，天哪，我紧张死了。陈子明啊，你经常给自己加油，现在你油没了，请问你还能加得上吗？可以加。陈子明加油！陈子明加油！陈子明，你不加油谁给你加油？哔哩哔哩向前冲，那个冲冲冲！虽然我没有到这个终点，但是我已经从起点出发。陈子明加油！陈子明加油！陈子明，你不加油谁给你加油？陈子明加油！陈子明加油！陈子明勇士，下次来比赛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穿西装啊？你后面就是因为你这个衣服吸了太多的水，你才会掉下去，知道吗？又没有用了。下面第2组的闯关勇士即将闪亮登场。现在登陆的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十分非凡、柔情似水、帅气逼人、海纳百川、特别谦虚勇士36见笑。36见笑，见笑，太有意思了。B 站 UP 主这个名字起的真的五花八门啊！看来这个36见笑的还带了另外2位小伙伴。哎，接下来登陆的是身高1.90米，体重190斤的正方形战士勇士盖里老哥和勇士狮王小白鸭。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你们是一家3口？我是36见笑啊，大家好。听好了，我出的上对是：精卫卫士水之城小若蝼蚁欲愁填海，法海不知情可贵，大威天龙准备捉妖。忠臣不识皇帝，犹自惋惜，乌纱落于城门下。一生表示老师非常遗憾，泪目大在公屏上。几百年来第一次看到带着爹妈来参赛的。我们只是他的朋友，他的仆人，陪他来参加的。我们是被逼着过来的啊！明天我会先戴上这个面具，然后痘痘往死。Tomorrow。干嘛？你有病吧？你干嘛？我吃你的狗，是不是？哦，盖里老哥和是王小白呀，这是一对夫妻。是的，他们旁边那个36见笑，这不就是一电灯泡吗？人家在 B 站里说它叫照明区嘛，照明区灯泡。废话少说，哪位勇士前来挑战？那我就先上吧，给他们俩。不行，我先上。我跟你说，要欺负我媳妇儿，必须从我尸体上跨过去；要欺负我的兄弟，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我先来。别吵！既然你们这么着急送人头，我就勉为其难让你们俩一起上。可以吗？行吗？你们一起上，也只是节约我的时间而已。正合我们意。从第2组开始就直接打破了我们这个节目从始至终的一个规则。你们准备好了吗？大家看到这是来自奥运会新增的项目男子双人勇士闯关，来看看这对男双组合表现如何。这对选手呢也是平时配合多年了，不过有一点呢，今天呢很明显36见笑是夺人所爱啊，将是王小白鸭扔到一边，把他的盖里老哥夺过来，一起和他组成了男双组合。他们开场之后采取的合作方法是，与以往大不同，非常的有特点，而且非常别致啊！我真的可以，我也要满足，我们也满足。好，我们看到2位呢，今天手拿器械，一起还组队出发。
这个用小七的话讲，第一打破了过去的相关的规定。当然，像这样严重违背规则的选手，看着都不允许了。我给他增加难度了，哇！老爷子，不是他这一喷就变滑了。对。哇，看到了真的比较深厚的兄弟情。哎，你们不要在那里谈情说爱了。你老婆在旁边看着，贪勾自己老师，吟游商人在那里等你们救援。哎呀！太滑了，真不行！哇，这个喷水真不行啊！这那等一下上去全湿了，这个桶。是的呀。我觉得他们既然要选择双人闯关，应该更多的是要在配合上。对呀，但他们俩人完全没有什么太好的配合。其实严格来讲，他们俩人你注意看没有，从这个体型来讲也不太匀称。盖里老哥他你看这体重，身高1.90米，这2年的体重，结婚以后他体重迅速增加，也变成190斤了。我懂。所以这么大的体重上来以后，就马失前蹄，第一个就是他。而在台上我们看到是王小白呀，现在已经变成了是王小白笑呀！哎呀，笑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开怀大笑。嘿，叫你抢走我老公，嘿，盖里老哥是我的，怎么能够和你一起共同搭档组合呢？哎，请问一下，两个人都在这同样一个位置落水，有什么是不是感到很可惜啊？这种默契吧，是，就是他走了，我不忍一人苟活啊！我们是好兄弟，我们也不是为了通关来，对，我们是为了给我的老婆王小白打个样啊！我相信他一定能过。是，我们就怕我们过太多关了以后他自卑。对，我们就是他不如我们，为了给他信心。家庭地位的制高点，王小白要出发了。老婆，我相信你。看看这个王小白如何能够单人闯关，战胜前面2位试图先声夺人的男双选手。不急，老婆慢慢来。哎呦，非常的沉稳淡定啊，显得心里面非常的轻松。我觉得也算是盖里老哥跟他的一种默契。先就是让他解除他的紧张的情绪。盖里老哥他就像是。他1.9米乘1.9米，就是那个王小白的一个坚实正方形的一个后盾吗？哎呀，话音未落，水里边等待的好像不是这个盖里老哥啊。我觉得还是步子迈小了。步子迈小了是吧？哎呀，真是，这时候大长腿显得非常之重要啊！一下戳中了我的痛点。大家看一下重放的慢动作，哇，他没有踏到这个第3个桶的中间的部位。哎呀，比我想的快！他们喷水了，快拉手！这个桶吧，比咱们想象的滑很多，对不对？不是说我们实力的问题，喷水过分了，他这喷水过分了，实在是太滑了，人都是感动，我们湿了，根本滑不到。为什么？很可惜啊，这位王小白女勇士，虽然说你最后也不幸落水了，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很纯真，因为你很纯粹，虽然你失去了通关的机会，但是你收获了优雅，收获了美丽，不像某一些勇士明明可以1个人冲，非要选2个人冲，明明可以徒手冲，非要选择带道具冲，结果跟你是在同一个位置掉下去的，所以这张快递单有点可惜，期待下一位勇士。好，叫上伙伴去冒险，勇士们请登场。这是大会员也能看的吗？哇，这位是宇宙级发型魔法师，百年龙宝首席剪刀手，脚趾不一定跑得快，但手指一定非常快的勇士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还有刚才那位被公主抱的是双语情歌王勇士永琪妈，还有勇士拉红桑。
头发留了多久？弄头发，弄头发。走，我们先弄头发，好吧？我们是勇士发廊，我们是来巡检的啊，有没有想剪头发的？不占便宜是傻瓜。我剪头发。那个山城小栗旬，他技术还是不错的。哎呀，糟了，有点忙不过来了呀。Hello， 我已经在这被关了100年了，我有没有一个优先理发的权利？有，我们这一组谁登上顶在那里都可以帮你做一个造型啊。那从前面几位选手看来，你有考虑过你们3个都冲不上来的情况吗？我觉得我们没问题的。严肃点，这里是龙宝集团，不是发廊，剪头发剪什么头发？我不允许，我没有头发，谁都别想剪头发。你没有头发，你闭嘴。在我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啊！我要诅咒你们如此侥幸，你们谁先来挑战？是我，是谁来？是我。勇士拉红桑，理发师的公敌。哎呦我的娘呀！我要的是少年感，你现在直接给我整成少年他妈感了。每晚11点之前必须睡觉的超级自律的22周岁老年人，上海市某小区楼长。哎，爸爸，我当楼长。对呀，现在是楼长啊？对，我是楼长。拉红桑之前还立过一个 flag， 他说如果落水就要把落水画面印成海报挂在楼门口。勇士拉红桑，你准备好了吗？不知道就是拉红桑的体力是否也是老年人的体力？他体能是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在于下心理。现在第一个妆目前来讲，这个准备时间有点长，不过说明他现在心理整体的状态啊，还是稍稍的没有完全进入最好的这种局面。踏过这个第4个桶，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好的，非常好，胜利在望，马上通过，通通闪开。晕头转向啊，就来到第2关。你看，刚才我说他现在就这个起赛状态方面来讲啊，他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他在过了这一关以后，我相信他会渐入佳境。没有进入状态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圈。我们用时间。哎，对，还是比较稳健的。果然到勇士营地之前的这一关，不要停！哎呀！哎呀！
跳。啊，那这关对女生来讲好难啊，太远了，这关有点难。不要停！哎呀，刚才他是准备采取趴在上面，趴在上面其实是最不合理的一种方法。这时候一键入魂就动作要快，不要在上面停留。是的，他一步直接就过去，必须得一发入魂才能过去。哎，比较可惜的是，他这个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捕捉到他的正面镜头。我觉得如果做海报的话，还是要有正脸比较好。对对对对。轮到你了，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有脚就行。这么自信？对。勇士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你准备好了吗？人气的一位理发师，小金，哇，动作太快了，哇，这简直是刘翔啊！这哪里是理发师啊？哇，上来以后动作非常的小节。所以你说，其实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就是爬上爬下、爬左爬右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了，山城理发师嘛，你看看，哇，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听说就是在重庆这个地方吧，被大家称作是一个8D 城市，8D 魔幻城市，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这应该是他们平时上下班的日常了。哎，来看看，一发入魂，一发入魂，能否一发入魂？哇，没问题，哇，漂亮！等一下，这次来到勇士营地，还有一段勇士感言。我是来答应我爸来赢双开门冰箱的啊，3步在我后面，希望你能够好好看，好好学。山城小栗旬到底是来自山城重庆啊？是的，登高速度非常快，就是楼梯没少爬。哎，是这样的。你看人生一串怎么样？啊，山城重庆呢，坦率讲呢，雨啊，并不是像广东啊、广西啊那么多，所以他面对这个洒满水的一个个桩子啊，过去也需要技巧。哎呦，好可惜，好可惜。其实这个呢，主要还是刚才过这个第3个桩子的时候啊，上面有水，太滑了啊。我觉得这个恶龙它这个关卡设计的非常的狡猾。那一关刚好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面包的形状，到上面的人就只能狡猾。各位朋友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现在赶紧就是多看一眼，就是山城小栗旬的这个湿发造型啊。Cool。有脚就行，但是脚滑了，今天就这个，这确实有点滑。勇士勇骑马是双语情歌王，宇宙级发型魔法师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的学徒。勇士勇骑马，你准备好了吗？哇，这个勇骑马，哇，动作很潇洒，漂亮，非常矫健。他刚才就像做3级跳一样，步伐相当连贯。我有过快，完全不犹豫，想都不想。扮猪吃老虎，只能绝杀。但他现在头脑还很清醒，现在很轻松的，看看就通过了这个晕头转向。接下来来到忐忑齿轮。瞧瞧忐忑齿轮了。
只脚已经到悬崖边上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上顶点，剃他的头。勇士营地有了自己一个非常高亢、只有一句的嘹亮的发言。接下来，他面对的将是人生一串，这时候可以稍稍给你那紧张的、忐忑的心情降降温了。哎，我们后面专门给你配备了优秀的洒水师。哎，好的，哇，确实能感受出来啊，就是永琪妈她的整个步伐非常的稳，然后迈的也非常的大，就是非常有勇气。而且现在他的姿势啊，运用的一直非常好。你看他在过这个人生一串的时候呢，始终是采取侧面，而且呢采取上来以后就是跪式落地法。我们现在最远距离已经打破纪录了，朋友们。哎，来看看啊，他现在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他现在在我心中是那个种子选手。哎，我觉得他完全有可能登顶成功。人生一串过去，好的，接下来现在看到这是一笔勾销，看看能不能将它一笔勾销。他甚至连中间我不装了，还没介绍就已经过去了。哇，牛啊！勇士妈表现不错，哎，很好，哇，哦，漂亮，哇，这次一定了啊！对，这次一定登顶成功。哎。看来是有一股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真的很想给就是我们的吟游商人，理头发。哇，你看，这关非常考验核心啊。这还左右摇摆啊，但他的重心还可以。你看，马上采取跪卧的这种方法，迈开脚，大步走，很稳。非常好，哇！最后一步，最后一步了啊！漂亮！哇！马上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关卡，激流勇进。激流勇进，勇气队从容一点，勇气，看到这根绳子没有？抓住它，上来，上顶点，剃他的头。加油，勇气妈！哇！哇，太帅了啊！哇，哎，你今天很快要成为今天第一个闯关成功的男人了，登顶成功了！好，太棒了！哇，今天这是我们首位闯关当中第一位成功登顶者，恭喜你今天成为第一个闯关成功。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吗？我就说咱们队不会落水吧？你还看不起我们？哎，你中间有没有一度曾经以为自己要掉下去了？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会掉下去，哎，但是他就没有掉下去。撒花撒花！今天第一位登顶勇士终于诞生啦！勇气妈有点子功夫在身上，惊鸿一跃，动如疯兔，此刻只想大喊：勇气，不愧是你！希望勇气妈的好运可以延续给之后挑战的勇士。所以在快掉下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继续比赛呢？因为冰箱，不是因为要给我剪头，走开了啊！来吧，这个是属于今天第一位闯关成功的勇士勇气妈的奖励，恭喜你！上来给我剪头，快！Later， 说出你的想法。哎，你帮我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就看起来像个人就行了。认真的吧？认真的吧？至少年轻5到10岁。OK， 摔得可久。来，叫上伙伴去冒险，勇士们请登场。现在登陆的是哔哩哔哩第一位登顶向前冲的男人，勇士阿玛纵。哔哩哔哩也登顶过向前冲的男人，勇士东尼。OK。哔哩哔哩从没登顶过向前冲的男人，勇士自来卷3木。看你们的披风，呵呵，该不会是什么勇士家族吧？
祖传来的我可见得多了，就凭你们还想击败我？还差得远呐！恶龙大人，我给你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一代意思就是说我是在这个2020年曾经登顶过。非常不错，恭喜男生队。我是2021年曾经登顶过的一位选手。他真的是全场最帅气的男人。恭喜你！我是2020年百大 UP 主。我可不管你百大千大的，快点开始吧，我可没工夫陪你们。我来。机会要交给这些年轻一点的刚来的选手们。对，能不能成为3代，就看他今天的表现了。勇士自来卷3幕，你准备好了吗？这很轻松啊！团练5奇才3个大字打在公屏上好吗？大家好，我是丢人区的UP主。哎呀，自来点常有一句口头禅叫你真棒，今年落锤的姿势真的是你真棒啊！韩老师，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有风阻的那个自来卷没有了，所以他现在有点不习惯他现在的那个摩擦，在空气中那个摩擦力，然后有点冲猛了。哎呦，分析非常的有道理。其实人呢都有一种潜意识啊，你一旦换了发型，参加这样的重要的闯关的比赛的话，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好运气。太失望了啊！我觉得没想到幸福来的这么突然。看来3木还是不能胜任3代这个名号啊，1代冲嘛！啊，我冲了，来吧，我来吧。勇士阿玛仲，你准备好了吗？现在阿玛纵出发。哇，非常轻松啊！你看他刚才步伐非常的连贯，什么叫如履平地啊？哇，刚才第一关这才叫通通闪开啊！接下来的拥头转向，哎，很清醒，哎，非常的稳健。对，而且这个晕头转向它其实是有2个箭头，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他还是比较聪明，选择了大的。不要急，最近的时候跨出去。好的，漂亮。忐忑齿轮，啊，他一点不忐忑啊，非常熟悉啊。哎，仿佛就像是昨天晚上都在这里。哎呀，哎呀，我这话音未落，我好像昨天晚上在这已经走过8遍一样，没想到他突然就马失前蹄，对不起，是人失前爪啊，对不起，是阿玛宗失了前手。果然，在忐忑齿轮面前，还是忐忑点好。我们没有技巧，全是感情。1代瑞王啊，曾经不可一世的登顶高手，如今却只能倒扣入水。别拍了，别拍了。今年的池水。太失望了，真的太失望了。没想到1代就这样，哎。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后面的复活赛，你知道吧？啊，多体验体验，没玩够啊，这样直接通关了没大有意思。我发现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当闯关节目的一个解说，韩老师，我发现我现在感觉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有时候一句话说完，当选手就落水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语言充满了魔力。你是在说我吗？不是，我肯定。就这2下子，算我高看你们了。
这样说吧，我喜欢立 flag。这次如果我掉水里面，我带我那2个队友跟我一起从这里爬回休息室。从这里爬回休息室。他要从这里爬回休息室，不合适吧？这个烈日炎炎。勇士东尼 OK， 你准备好了吗？来看看，我们东尼 OK 选手已经出发，好，他马上就要爬回去哦，他没有爬回去，差一点儿，差一点就爬回去了。没关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非常的稳健。好，来看看晕头转向啊，瞧瞧。看看这个，哎，好，动作很敏捷。听说他上一次其实闯关并没有成功啊，并被现场大声嘲讽，搞笑视频，搞笑视频，所以直接就晋升成了一个搞笑视频的 UP 主。哦，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重新立一个新的人设，就爬行 UP 主，爬回休息室，爬回 UP 主，哎，爬行 UP 主。我还是很期待他的落水姿势的，希望他不要落水，希望我这个是反向毒奶。哎呦，好。反向毒奶啊，好，沉着冷静，不要爬回，准备出发，漂亮，哎，冲过了，冲过了，哎，来到勇士营地要发表感言，交给。小七，小七果然是毒奶一个呀！哎呀，你瞧瞧，有句话说你良心会不会痛？我现在良心比较痛，不过现在还好是比较痛，估计这一季录完，我的良心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谁能想到？谁能想到？屠龙路上3代无一幸免，全员白给。唉，还有勇士能来破除诅咒吗？在线等，挺急的。如果我掉水里面，我带我那2个队友跟我一起从这里爬回休息室。这个 flag 就直接兑现好吧，辛苦我那2位队友了。我队友。我跟你讲，你知道问题所在哪里吗？这太滑了。不是，是因为我把披风都扔了。找到问题了，装备脱了，所以没有属性了，所以就拉了。少了敏捷，咋办？爬吗？什么意思啊？怎么爬回去啊？真要爬回去啊？真要爬回去不爬吗？那就爬得好看一点吧，这样爬吧，这样爬，不要这样啊。对啊，不要这样爬吧。不是韩老师，东尼 OK 他算准了他的队友会跟他出生入死，现在带着一起爬。哎呀，系兄弟就来一起爬回休息席。系勇士爬行 UP 主从今天开始诞生了。搞笑视频啊，朋友们！我将爬回休息室，你快回来。系爬行
UP 主。刚才谁能想到啊？就是在这儿一切就有可能啊！无头骑士团在这秒变西三兄弟。接下来希望我们闯关的第12位，也是最后这位选手啊，Super 1号军能够有好的表现。哎，是的，叫上伙伴去冒险，勇士们请登场。他是今天最后一位勇士，也是一个人来挑战恶龙的勇士。他呢，应该说这个嘴上功夫也相当了得。他呢，过去也曾经做过这个游戏的主播。弹珠比赛全国唯一指定解说家，在后半段的急弯处很有可能会冲出赛道。而且听说他还有个绰号叫杭州小泰山，0.05秒哇，非常长的吊环触碰着勇士 Super 1号军。今天的勇士也不过如此，交给你们也妄图通过冒险之路抵抗我。什么人？哦，一个人就来了吗？在下 Super 1号军特意前来讨伐恶龙。年轻人可不要太自信了。非常有信心，你看我一个人一组就知道了，我一个人顶他们3个。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如此猖狂。这个苏培浩军看上去还真的有点文质彬彬啊，不过他的解说能力很强，从这个拳击到散打、搏击的这个解说啊，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来看看他的衣服上写着当代年轻人的一个人生生存的一个原则，叫对对对。韩老师您知道吗？我貌似听说过。对，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说对对对，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生活当中多给予肯定，少否定。是的，对对对。漂亮。这里是有一个表演环节是吧？表演环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是很紧张啊。那今天有 Tango Z 老师在这边，那要不要 freestyle 一下？我有 freestyle。我来哔哩哔哩向前冲，飞奔在赛道上空，冰箱被我扛回家中，耶，意思。漂亮！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热爱押韵和韵脚的不止 rapper， 还有解说员。是吗，韩老师？我看他上去，他很快就会取代上面那个人的位置。来到了我们勇士杀手，人生一串。目前来讲表现很好，这个在跳到中间点，好的，漂亮，哇，过了那个面包，对，那个面包正好在他那一刻并没有动，对，一切都好说。野好军果然不负众望，通过了人生一串。如果奇迹有名字，你的名字叫野好军。一瞬间就走过了，我不装了。好，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果然一笔勾销啊，非常漂亮。倒数第2个关卡，这次一定，一定，对对对了。好，他稍稍放松一下，没问题。我看他将成为第2个成功登顶者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太过放松。看看我们的杭州小泰山，他是否会是这一期第2个登顶的选手？
哇，不错不错，你瞧瞧，不愧是杭州小泰山。你看这小泰山特点就是臂力特别强，而且呢腾云驾雾，他这个腿下的功夫也相当了得。他这样攀爬上去，说不定坚持的时间能够超过0.05秒这个超长时间。你的杭州老乡在这里等你。Super 野好军，一个可以代替旗帜这2个字的男人。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比赛现场，我是解说也好。哦，现场火药味很浓啊，连续的发力，漂亮，一个老树盘根，一直持续作战，体力却丝毫没有衰减，内力非常的深厚。不过这个选手看上去很眼熟啊，总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是，没错，是屏幕前后的我，是麦克风后的我，是个没什么机缘、没什么天赋的普通人。人们发出刺耳的嘲笑，仿佛看到了一个小丑。恶魔时刻在耳边低语：“别挣扎了，放弃吧，认清自己。凡人变不成天才的。是啊，凡人是变不成天才的，但是放弃绝不可能。于是含着泪，咬着牙，向着不公的命运抗争。终有一天能站在天才的面前，告诉对方：我变不成你，但我依旧能够来到这里。”成功了！非常的漂亮啊！这次真的是体现了他的对，一路都是对。对是闯关，只要我摆烂，关卡就难不倒我。觉得这样的赛道对你成功有难度吗？还行吧。这句话用杭州话再说一遍。我不会讲杭州话。那觉得今天在哪一关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掉下去？那个倒数第2个那个蘑菇吧，好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场冒险之路中难度系数高达9.0的这次一丁。这高超的难度，勇士也好军稳如老将一番，使用飞毛神腿蛇皮走位，一个个跨越圆圆的蘑菇。这飒爽英姿，观众老爷们别下次了，这次一定1键3连好吗？如果后面的选手要来参加，给他们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别来这。这个冰箱，你的荣耀在这就送给你了，兄弟。谢谢。来，我们对着镜头一起摆个 pose，3、2、1。恭喜你！到现在12位选手闯关都已经完成。当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最后很可惜，整个的成绩怎么样？说实话，我是恶龙，我都笑开花了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团队赛，还有一个很难的关卡。但是我们今天12位选手只冲关了2位勇士。我觉得讨伐恶龙这件事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落水的勇士稳住，复活的机会来了。看到我手上的宝箱了吗？在后面我们还会获得复活池再次试炼的机会，我在那边等你们。勇士们可以通过试炼重新充电，再次踏上战胜恶龙的冒险之路。期待你们的表现，韩老师，走吧，走！3、2、1。哇，第一次用这个技能，真的感觉到有点不适应啊。确实，第一次有一点晕传送。但没关系，有这么多的勇士和我们在一起，信心倍增。力量试炼，智慧试炼，面对道路的分岔口，勇士们将如何选择呢？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试炼呢？勇士们，请就位，力量试炼现在开始。这是一场体力、毅力与耐力的终极比拼，抱住吊装别落水，坚持到最后的勇士即可复活。我觉得阿玛纵这个做法是最聪明的，他跳得很高，如果大家一起滑落的话，他可能会最晚一个落水。当然了，起跳虽然高，但并不见得最后他是赢家。我现在更觉得他们3个兄弟像是考拉3兄弟。考拉，哎呀，对，现在看看哪只考拉手先掉下来。
等一下，有人坚持不住了。公牛球先掉下去了。再看这边，自来卷3步，哇，在展示自己，哇，这是啄木鸟吗？我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不服输的男人的魅力。现在很多哔哩哔哩的观众老爷们在一起看得是目瞪口呆，哇，他们竟然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太棒了！阿瓦松还要稳住，坚持到最后。来坚持！哇，哈哈，虽败犹荣，我觉得是。哇，恭喜4点减3目。作为一旦我在锻炼他，我再把他的极限逼出来。2弹是给机会你们。冰箱赢了，分我们1份。哇！哇！第一个落水的是辛晓萌，这样辛晓萌也解脱了。啊，这个天比较热。我发现山城小栗旬他的姿势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不同。哦，他并没有说是用双腿交叉的姿势去稳住自己，对，而是用自己的肌肉和设施的摩擦。现在他开始微微的颤抖了。这时候他也采取盘龙抱住法。没想到陈子明是真的很稳重。哇，陈子明核心力量非常强。哇！山城小栗旬率先坚持不住，恭喜勇士陈子明在力量训练中挑战成功。做好准备，智慧试炼，现在开始。这是一场定力与脑力运转速度的双重考验。勇士们通过轮流答题来决定传送带的运动方向。勇士斗巨龙，龙巨斗室友，全明星阵容，龙阵新明拳，坚持到最后的勇士即可复活。阿瓦达啃大瓜。瓜大啃阿瓦，瓜大啃瓦。Warning. Warning. 加油！不要啊 Warning. 就走了。加油 Warning. 再待会儿吧。不下，不想，交给你了。加油！太菜了吧！再见。哔哩哔哩向前冲！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救了，快！爸爸头小，子儿头大，子儿大头，子儿头大。师傅，别念了。Warning. Warning. 拜拜。不是，你看这么容易。
我走了，来，加油啊！盖迪老哥幡然落水。恭喜拉红桑！这3个复活电池将帮助大家继续完成后面的比赛。当然是被我抓来的，答对问题才能出去，否则就跟他们一样关在这里。好啊，答题我还没输过，以前我还赢。少废话，听说你是学土木的，那我就问你一下跟土木相关的吧，请听题。空地上有一只学土木的鸡和一只学建筑的兔子，在讨论建什么样的房子，既要豪华宽敞，有厨房、餐厅、独立卫浴，又要低调奢华，不能被贼惦记。以致他们有2233斤钢筋和2233斤水泥，但他们搬不动这么多东西，于是分别叫了各自的同学来帮忙。现在空地上有30个头和70只脚，那么一共有多少只学土木的鸡和多少只学建筑的兔子呢？这是土木相关的？是故意找茬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土木工程学的问题都答不上来，你就留在这里过一辈子吧。在哔哩哔哩公益平台上线的“困境尖子生助学计划”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项目成立至今已为36000位困境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上 B 站搜索公益，帮助高中困境优秀学生完成大学梦想。你也可以获得学习能量币哦。有了这币，我就能出去了。等我啊，小电视的圣剑！和我一起支持困境尖子生助学计划吧。勇士勇骑妈与勇士苏佩野好君带领着自来卷3木、陈子梅、拉红桑3位勇士登上了妙亚方舟，驶向恶龙之门，迎接最后的考验。他们能否成功登上龙堡，拯救吟游商人？哇哦！哇！他们前面是恶龙之桥，这个有点问题，我说是会掉的。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请注意，龙堡防御系统出发，大门将在2分钟之内关闭。成败与否在此一搏，勇士们拿下就完事儿了。拉手，拉手，拉手，抬一下，抬一下。你们先往前走，别站太多吧。不要压在身上。那 OK。哎，小心小心，快！跳过去，跳过去。你拉着我，你拉着我。先往前走，不要在同一个板上停太久。往前跨，往前跨。跳过去，跳过去。跳。可以，这个可以。跳。哦，小心。来，没事。好，可以。这是什么呀？来，一起努力啊，齐心协力，这真体现了团队精神。5个人全部能够通过恶龙之桥。哇塞，这个怎么玩？走这边还是走这边？这个怎么走啊？快走。走。哦，好，成功了，沿着前面的队友的指方向，好的。上。哎呀，摔倒了！来，拉红桑突然是失足，能不能过来？能不能起来？来，勇气！过来！哎！完了！拉红呢？能过来吗？拉红桑无缘后面的试炼。
快！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能起来吗？起来跳过来。好，准备。小心！哇，400多来的人，现在来到了恶龙云梯。现在登上高坡的第一位，慢点。杭州小泰山，走，Super 1号区，走，Come on！走。Warning！ 4位并肩作战，快冲！Warning！ 快点，漂亮！终于在恶龙之门关闭之前，他们成功的登上了峰顶。今天作为第一季所有获胜的勇士，将从我手上获得由哔哩哔哩向前冲为大家定制的这条勋章。来，让我们一起祝贺这4位勇士。你们可能不知道，因为你我不用下水了，因为你们我不用被他们推下去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隆重的鞠躬，感谢4位啊！辛苦！好，让我们祝贺这4位勇士，恭喜他们啊！非常棒！下期冒险赛期待您的光临。没错，好，让我们在这个夏天一起叫上伙伴去冒险，哔哩哔哩向前冲！打开 B 站电视版云视听小电视，大屏观赛不漏细节，闯关精彩近在眼前。上 B 站搜索哔哩哔哩向前冲，看 UP 主激情冲关，快乐团建。每周日、周三中午12点整，轻松一下；每周三中午12点半，还有大会员专享。冲吧下一位，看 UP 主接力挑战。关注哔哩哔哩裤子官方账号，获取更多热卖周边资讯。每周日、周三中午12点整正片更新，1周双更超满足。每周三中午12点半大会员加更，番外挑战看不停。上 B 站搜索哔哩哔哩向前冲，进入节目页面，参与冲关预言家和向前冲集卡抽奖活动，更有精彩周边、现金红包等你拿。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 Zachary、网易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每日瑜伽、中华万年历、扇贝单词、WiFi 万能钥匙、爱豆 APP、超级星饭团、成果娱乐、影视聚焦、智娱、贝瑞甜心、杨国福、来电、华语之声、有道词典、夸克、闪萌表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